你平安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随风伫雨落雨的时，阮有兄弟姊妹做伙聚集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敬拜你。阮伫遮要参加对即三个姊妹、兄姊甲小弟，阮的耶稣的朋友来参加学习阮信仰的功课。求你即个时阵，甲阮参加伫地，圣神帮助阮。愿我的嘴所讲，阮的心所想，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甘纳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唱一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因为我今仔日所要讲的，迄个耶稣伫十字架路前拄着的人，即三个无对耶稣像迄12个安尼对。不过，因是耶稣的朋友，耶稣真好的朋友。马大、玛利亚甲列撒罗。路加，咱今仔日读路加，伊提起即两个姊妹啊，一个马大，一个玛利亚。约翰有提起因的小弟或者列撒罗。因甲耶稣真熟悉的款，耶稣。那亲像常常去伯大尼，因为伯大尼伫耶路撒冷的边仔，耶稣若对去耶路撒冷，拢会去伯大尼。那像一个所在，耶稣会当去遐休困。我感觉，我伫牧会中间吼，我特别伫 Ontario 咧牧会时啊，我迄个时阵吼拄啊负责人过身，啊我带2个囡仔。3个啊，伫 Orange 庙伫牧会，遐有一对退休的牧师夫妇吼，因知影我的情形，对阮足关心的。我伫遐差不多5-6年中间，若有甚物代志吼，我拢会去因遐甲因分享啦。有时啊，我教会有拄着安尼，互我头壳真疼的代志吼。毋是拢别人毋对啦，我家己嘛会毋对啦。我会去找因讲，因就甲我安尼甲我讲甚至甲我讲即个人，因为我拄仔去无啥捌人，伊就甲我讲即个人是安尼，所以伊可能甲你讲安尼。我有迄个所在会当去啊。我感觉迄是真要紧的代志。阮一个牧师一个对证人吼，耶稣我想嘛是安尼，伊去马大、玛利亚。甲列撒罗的所在，伊真正会当伫遐休困，有朋友会当讲话，知心的朋友。但今仔日路加讲的即个故事，我想咱大家拢真熟啦。马大真无闲伫款耶稣，你介想讲耶稣来哦，伊毋是款待耶稣一个尔，一行13个呢，13个来哦，你捌请人客请10个以上的无？你对买菜开始你准备真济代志13个来，迄个时阵嘛无啥物旅馆，啥物安排因要住的所在，马大足济代志爱做，伊真无闲。玛利亚坐在遐甲耶稣听耶稣讲话，可能甲耶稣伫遐咧开讲。马大看甲讲。我无应该要死等咱烦甲足我家己是咧忙吼。伊遐坐在遐拢无要睬我，你敢袂要紧？伊讲甲耶稣甲伊讲，马大，你毋免安尼无闲啦。伊讲玛利亚吼，拣着上好的凤叶吼，无人会当抢。那即个故事咱大家拢知影。我今日要来讲即个代志，我相信恁若伫教会出席的人，即两个姊妹的讲道，恁一定听真济啦。总是我要对一个较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咱大先来讲马大啦，马大即个角色吼，伫咱的教会吼，有真济马大姐啊，你知无？早起我来吼，落楼骹吼，陈牧师娘准备迄马大姐啊呢。咱大家拢会当享受，逐礼拜咧准备创 PowerPoint， 遮个人，遮拢教会马大姐安尼，因真正用因的时间，用因会晓做的代志，互咱大家拢真方便。
列为教会需要马大姐啊啦。妇人会若讲到马大，阮逐个拢讲马大姐，拢讲妇人会。其实教会内底若需要查甫的马大姐安尼。我伫牧会中间吼，有一阵我的教会，因加拿大人吼，尤其是农夫吼，因对机械拢会晓，修理物件拢足够的。因吼有教会内底有一阵查甫人，因吼将教会内底有啥物有物件需要修理啥物，因拢足欢喜做遮个代志，因拢一点仔怨言都无。啊，我若牧甚至牧师馆啊，安怎敲电话吼，伊嘛好，我来甲你看，啊来甲阮修理你的好势，互咱逐个拢真方便。因为教会有需要即落人啦。我想耶稣吼，耶稣大概毋是看轻马大的服侍，我想耶稣原来毋敢看轻你啦。你叫马大讲，你毋免无用。我想马大准备甲差不多啊，伊才敢安尼讲啦。啊，若无迄暗啊，迄顿些人要煮，对毋对？13个人要食呢，拢查甫人呢。啊无，我看马大也是个，总是搁一方面，耶稣有可能要爱甲马大讲话。你煞来甲我讲话，你若准备甲差不多，你来甲我讲话，你毋免搁无用啊。你要即落有经验无？有时你去互请，还是你请人？啊！你看到人客来真欢喜，啊！直舞到尾啊！吼，人客食一顿饭了，时间到因转去，根本无机会通坐落来讲话。啊，干那食饭，啊食饱就走。耶稣可能是爱马大，你往哪来甲阮讲话？你毋免安尼无用。但玛利亚，咱来看玛利亚。玛利亚吼，有耶稣迄句话，耶稣讲玛利亚拣着上好的吼。啊，无人会当抢，有即句话了吼，真侪教会人拢教会吼，灵修吼比服务较要紧，灵修较要紧。耶稣讲的嘛，这是好的分野。啊，安尼是毋是伊讲迄毋是灵修的？啊，干那伫遐拍拼，伫遐修理物件，遐拢毋是好的分野哦。我想耶稣无迄个意思啦，我想耶稣无迄个意思啦。我伫牧会中间，我无爱甲恁讲倒一间教会啦。我伫牧会中间咯，老实讲，我拄仔讲的有教会有一群人，有男的甲女的，啊，大部分拢是夫妇。因太太吼，伫妇人会真拍拼。教会若要创巴萨吼，拢正人要创。啊，因先生吼，因原来一阵啊，拢伫修理教会。因吼讲话中间吼，有感觉无感觉，我毋知啦。因会讲吼，遐个吼，干那会晓灵修尔啦，只是敢毋敢咧祈祷啦。教会遮尔济物件吼，无人做敢会使哟。啊嘛有迄落吼，真拍拼咧做遐个吼，真拍拼灵修遐个吼，看着讲巴萨阮拢无教会啊，教会爱靠祈祷，毋免安尼做啥物巴萨，咱卖物件安怎？互相的中间吼。加减拢会互相看轻啦，我想这是上大个问题啦。互相拢会看轻。啊，我做牧师吼，业到中吼，我知影，我两边拢袂使得罪呢。我若两边拢得罪，我包惨的。我会记我拄做牧师的时候，啊，伫阿伯啦，我隔壁教会一个牧师，其实阮甲妇人会咧开会啦。啊，伊来，啊，伊甲我讲，伊伫遐查某人的面头前甲我讲。新哩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甲遮个迄个妇人会人吼，你爱较注意哦。你若甲因冤家吼，你就好搬厝啊。有影呢，真正是安尼呢。就是我做牧师业伫中哦，老实讲真艰苦咧。我一方面袂使偏一边，互因讲我迄边，真困难咧吼。毋过我尽量。鼓励遐灵修较要紧灵修遐人，我跟伊讲，因做遮代志，因嘛是即款奉献啦。啊，对遮个人讲，因吼伫遐灵修吼，这嘛是教会真要紧。伫遐我爱真注意才会使吼。但路加敢若讲到遮尔，耶稣讲迄句话了，啊就煞。路加无讲吼，国内有两项可能性。
头一项是马大会讲好，我物件放咧，来咱来坐来讲话，来伊甲玛利亚甲耶稣伫遐开讲。哦，我拄仔讲，可能代志准备甲差不多啊，因迄暗下要食有当食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佫一个可能性是，玛利亚吼看到因阿姐安尼吼，甲耶稣讲啊，是咧，我来甲伊斗用啦，无我安尼吼。啊，玛利亚去甲伊斗用，倒一边我毋知，因为圣经无写。总是我要甲恁讲，有真足趣味的代志，足趣味的代志。我吼有创一个 PowerPoint， 拜托你创一个好无？即是吼并列吼 ，juxtaposition， 即是可能，即字研究恁可能真罕咧看，就是并列两项物件摆做伙吼。我有拣两个圣经在伫遮吼，咱今仔日所读的是路加第10章38节到42节，对无？第10章到遐煞。第10章的25节到37节，路加写啥恁知无？迄个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。耶稣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，就是伫第10章25节到37节。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咱拢知迄个故事哦。一个人去伫路拄着去插拍，啊拍到要半死。有一个祭司神职人员哦吼，这真要紧的代志哦。神职人员哦，伊对遐过，看到迄个人伫遐，伊闪对边仔过。过来一个利未人，嘛是神职人员哦，看到嘛佫闪对边仔过。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好。犹太人看轻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撒玛利亚人来看到迄个人，伊出伫疼心，去甲迄个人互相佫带伊去旅馆。耶稣讲即个譬如吼，例如我得讲哦，遐伫教会真欢喜服侍的吼，或者行动派。例如即个撒玛利亚好的撒玛利亚人是行动派。伊看到即个人需要，伊欢喜去甲帮衬，伊随行动。有两个灵修的，我拄有讲哦，一个利未人，佮一个祭司吼。因若讲灵修，因上灵修呢，看到需要的人，两个拢相对边仔过。即个譬如耶稣，路加将即个譬如放伫即个故事的头前。我有啥物？伊有超工安排啊无？我毋知。总是伊伫即个故事，咱今仔日读的故事，搁落去11章的第1节到第4节，记讲耶稣去山顶祈祷，祈祷了落山，遐学生甲伊讲，伊惊说了安教伊的学生安怎祈祷，你嘛教阮祈祷，所以耶稣教因祈祷。路加版的主的祈祷文就是即个所在。因为我即摆要讲的并列的意思是吼，伫迄个故事的头前甲后壁，路加摆两项代志，一个是好的撒玛利亚人，这是行动派做代志的；一个是耶稣教因祈祷，这是灵修派。因为路加将即三个故事摆做伙吼，中有玛利亚甲马大为着即个代志的争执。因为咱的教会内底嘛，常常有即个代志，我拄有讲哦，我的牧会当中，我捌拄着即个代志。因为路加吼，我捌讲过，路加毋捌见着耶稣。路加福音段的资料，拢是伊做一个历史家，伊去调查来了后，伊编出来。伊安尼排，伊是毋是超工？伫即个故事的前后排即两个，我毋知。总是哦，这是圣经内底真侪并列 juxtaposition 的例，真要紧的一个例。伫遮吼，互咱看起即个故事的头前。是好的撒玛利亚人行动，后壁是主教示阮祈祷灵修呢，这是真趣味的安排。我吼
今仔日会讲到题目吼，听甲服务。即字听吼，我的题目我听本来想疼痛一直听吼，听甲爱迄，即摆咱新约的圣经吼，迄是我爱创啥，爱拢用咱迄是爱啦。那听吼，拢总用迄是疼啦。我感觉台湾话真趣味，我可能要甲恁讲，咱痛听吼，痛听，疼痛吼，痛听，疼吼，你要听一个人吼，你爱牺牲呢。所以听台湾话听甲听人的听，甲互人拍的听，共音呢，真趣味的代志。即本身的圣经哦，上帝是听，上帝是疼，用听，毋是用爱。所有的迄个爱，我爱创啥，你爱创啥，拢用咱迄是爱。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分别啊！台湾话有真侪即款真特别的所在吼。但我吼，差不多60年前，对宜兰去淡江中学读册。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所有的学校的校训拢啥你知？礼义廉耻，忠孝什么仁爱信义和平，哇！所有的学校校训拢迄几字哦，四维八德，对不对？我去淡江读册的时候，才知影淡江中学的校训是听甲服务。看我60年后还阁会记个，迄个对我的冲击哦。我足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学校会晓用这个，毋是像迄个八股啦，拄仔迄四维八德迄真正是无意思。听甲服务，咱的教会需要听，嘛需要服务啦。迄个校训，互我的憧憬哦，我到今仔日还阁相信。这是教会应该有的，因基督的听做基础的行动，听甲服务。那我伫牧会中间捌一摆去参加一个灵修会，迄讲啥我袂记的，一个修女吼伫遐讲一个，我嘛袂记伊讲啥，嘛袂记伊拉声，毋过伊的名我足会记的。伊的名，伊叫做 Sister Mary Martha。Mary 是即个玛利亚，迄伫甲耶稣开讲迄个 Martha 是马大，就是迄个马大姐啊，甲玛利亚。伊的名叫做 Mary Martha。我会记，我知影是我甲讲 ，Boy you got both of them。我安尼甲讲，用 Yeah，we should get both of them。伊安尼甲我应，真正咱的教会。需要足侪 Mary Martha， 无一定敢若是查某人啦，查甫人嘛是，咱拢爱做 Mary Martha。我较顶仔才佫倒转来讲即两个姊妹的代志，咱即摆来讲，伊小伫猎杀路，猎杀路伫路加拢无讲着啥，伫约翰福音段有讲着，讲猎杀路讲第一就是约翰第11章，猎杀路破病。开始是讲猎杀路破病，迄几章我毋甘叫迄个书的对头读到尾，互恁听。我讲互恁听着吼，耶稣伫离别大年差不多2日路站，耶稣伫较北边，猎杀路破病，因知马大马利亚猎杀路一定是足好。因小弟破病是因即两个阿姐随找人去找耶稣。迄个人去找耶稣了，甲耶稣讲：你所听的人猎杀路破病。耶稣讲：无要紧啦，即个病袂治甲死。伊安尼讲。啊，圣经讲伊搁住伫伊本来住所，就住2日，住2日了。因为迄个时阵。空气已经真紧张啊！你若去读
第11章就知，耶稣搁伫迄个所在住2日，迄2日耶稣可能是咧考虑伊要去伯大尼啊，毋要去耶路撒冷啊，毋，因为伊去抓去耶路撒冷就互掠去钉十字架，所以迄2日有可能是伊咧考虑啦，因为伊决定要去的时候，真遐对伊遐学生拢讲，真危险呢，人要甲你修理呢，你真正要去？耶稣讲袂，我一定要去，因为孽撒路破灭，毋是破病。耶稣已经知影伊死去啊。伊讲孽撒路咧困，我要来甲叫互精神。学生讲啊，你困你是啊，对伊甲叫精神，伊家己咧精神啊。耶稣是讲耶稣路死啊意思。但伊决定要去伯大尼，就是要去伯大尼啊，过去要去耶路撒冷。多马，伊个学生多马讲一句话。圣经内底讲，伊若真正要去吼，咱逐个拢甲伊做伙来死啊，差不多是即落话啦。多马是真正可能是劝耶稣劝拢袂听，后来你若要去，要死，逐个拢来死，迄个意思啦。耶稣搁行2日到伯大尼，到伯大尼了，有人去甲2个姊妹仔讲，耶稣已经来啊。圣经讲吼。马大马上爬起来，冲出去找耶稣，拍伫耶稣的面头前，甲耶稣讲：“你若伫遮，阮小弟就袂死。”啊，伊甲耶稣对话，我确定要讲伊甲耶稣的对话吼。了啊，伊找人去甲因小妹讲，甲玛利亚讲耶稣来啊。玛利亚。有听到耶稣来，总是伊坐伫厝内。这你直接看这2个姊妹啊的性格，一个听到耶稣来，我直就撞出去；一个吼到厝内等，都无出去。毋是伊无听小弟，就来就好啊。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，嘛拍伫耶稣的面前，讲同款话：你若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因2个对耶稣。非常有信心，伊若伫遮，孽撒路都袂死。差不多是甲耶稣讲，你奈无咧较早来？但这2个人吼，因耶稣来了后，耶稣讲来，孽撒路伫倒位？你带我来看。伊讲已经死4日啊，真要紧。我讲4日。耶稣听到消息了，伫遐住2日，啊，佫行路行2日了，再甲伯大尼拢4日。所以耶稣得到消息的时，孽撒路已经死啊。伊知，但因带耶稣去甲迄个孽撒路的门啊，大家甲讲已经4日啊呢，迄味袂偏伫啦，你袂使啦。伊讲你门啊，门甲高开。耶稣伫遐画，耶稣祈祷上帝了，伫遐画，孽撒路你出来，孽撒路过活，孽撒路过活。但孽撒路过活，即个是一个新约，总是伫遐有一节圣经在第11章的35节，咱的台湾的圣经翻讲耶稣流目屎，英语的圣经写 Jesus wept， 耶稣。哭吼 ，wept。圣经内底第一底迄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段11章35节上底2字内底 ，Jesus wept， 耶稣流目屎。我伫 Facebook 吼，真侪年前我看到即个伫遐啊，我甲收起来吼，迄个地方叫做 He cried， 耶稣流目屎吼，我。Jason 真好心吼，将迄细字创做大字的吼。我无要读英语啦，我翻做台湾话，我读互恁听吼。啊，恁若会当看英语，恁看吼。伊讲伊接到消息以前就知影孽撒路已经死，就是我拄仔讲2日，搁加2日，4日，孽撒路已经是死，孽撒路已经要久伊流目屎，伊知。孽撒路两边会搁活，要久伊流目屎。伊知即个世间毋是咱的祖家，伊知死亡的信息
第势力毋是永久的。伊比任何人搁较清楚上帝国甲永远活的代志，犹久伊流目屎。这个世界充满苦痛、忧闷甲失望。虽然伊知这个代志会结局，犹久伊流目屎。当前咱眼前所拄着的艰难甲苦境，天后的黑暗暝要过去，喜乐的早起要临到。这是我伫 Facebook 看到，我知影我留落来，因为我知影讲我若有一日用孽雪路讲道时，我一定会讲会用到这个，真正今仔日用到吼。但恁有感觉吼？孽雪路这个，你去读十一章就知，对头到尾孽雪路拢无讲话哦。耶稣互伊过活，伊嘛无甲耶稣说道啥，拢无哦。阮爸捌一摆伫讲道这，我足会记吼。伊讲吼，你敢无感觉耶稣拢无？马大甲玛利亚两个阿姐拢甲耶稣说道啥？吼，咱今日读圣经，玛利亚因阿姐用迄个香油去抹耶稣的骹安尼吼。伊讲，但孽雪路拢点呢？伊讲哦，阮爸讲哦，有可能是吼，孽雪路人伊就去天堂伫遐咧享受吼，无代无志，耶稣佫甲叫倒落来吼，伊落来到袂个落来了安怎？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吼，遐个人要杀耶稣吼，念孽雪路因嘛想要甲杀，因为安怎？因为真济人为着孽雪路去对耶稣，因真艰苦，所以。有可能我伫遐就好势，啊！你搁甲我叫落来遮，即摆人要甲我杀，我毋是共款死，你甲我叫落来要创啥？我这是后白讲的，你毋好跟我讲，这圣经安尼写，这我后白讲的吼。总是我甲你讲吼，有一个我有看到一个吼，或者搁落迄个，或者这1925有一个舞台剧吼，或者 Lazarus Laughed。这是一个文学家，叫做Eugene O'Neill，伊毋知有拄着诺贝尔文学奖咯，我袂啥会记，我应该爱查，袂记去查，真是嘞。不过伊写真侪物件，伊写一个舞台剧哦，是伊咧讲孽雪路咧笑啦吼。这是伊是啊，这个舞台剧毋是真轰动啦，毋是真轰动。听讲伫纽约有捌做过，总是票房无好。伊的故事是安尼，对孽雪路，互耶稣对死人中甲叫出来了后吼，伊讲吼，孽雪路出来了吼，真侪人一定会甲问嘛，这是伊的想象力啦。我念我的所想，伊讲真侪人问孽雪路讲，敢若你对死倒转来呢？啊，死是现做啥物款的？你嘛甲人讲。伊孽雪路应答是讲，死无啥物通烦恼的代志啦。我死去了，有判病颠倒较艰苦。我死去了吼，我去遐拄着上帝，拄着天使啊！我逐日拢甲因安尼足好过日呢。死无啥物可怕，迄边也无啥啊，毋是遐尼可怕的代志。死无啥物代志，啊，过去吼，伊逐日拢咧笑。伊讲我伫遐甲上帝嘛，逐日拢咧笑，所以我即马搁活起来。我甲因讲，伫死的面头前，你会使笑，你毋免烦恼。伊拢全咧拢咧讲遮个代志。哦，伊愈笑愈少年。啊，因某吼，看伊咧笑吼，啊，因某袂愈少年呢，愈来愈老。啊，过去吼，伊即个我讲真简单就好。过去连因某嘛讲，你袂使安尼，伊真侪人咧试迄个孽雪路的信仰啦。你即摆拄啊国外吼，你可能你过去你就袂安尼想啊。因真侪甲试看伊有影信啊无？孽雪路拢无，伊变做足欢喜、足乐天的。拄着人拢讲啊，伊甲大家讲，恁着爱笑，你毋免烦恼。为着安尼吼，迄阵的罗马政府甲犹太教的迄个宗教的迄个领袖，讲即个人安尼袂使，伊叫大家拢毋免烦恼，毋免安怎喏。
因即马拢毋惊，毋惊吼，咱要统治就真歹统治。所以因吼，将开始对聂雪路的身边的人下手，甲因掠因武器安怎？聂雪路拢不管，伊还佫咧笑，伊还佫直笑，笑到尾后，罗马皇帝挡袂牢吼，将聂雪路甲掠来吼，全甲烧死啊！这是有人学逆学下，或者拉着拉吼。但即个是甲咱讲哦，聂雪路吼，你甲想起来吼，无人死都倒转来，啊！伫遐讲死前做啥物款呢？敢若伊有法度讲呢？对啊。聂雪路尾啊，照传说吼，伊有去欧洲去传道理，敢若伫法国去教会啊传道理。写的传记的人讲哦，人类历史上唯一死2摆的人，就是敢若聂雪路尔。啊，你个想个有影？敢若伊死2摆尔，咱大家拢死1摆，连耶稣嘛死1摆尔，敢若伊死2摆。这是真趣味的代志，我讲对遮背互恁听啦。咱佫倒转来讲马代甲玛利亚，我拄仔讲吼，行动派有时仔会看轻灵修派，灵修派会看轻行动派。我要读一站圣经，马代吼，即个行动派吼，甲耶稣的对话，真有意思。我对11章的20节读到27节，互恁听吼。马代听到耶稣到位，就出去甲伊迎接。玛利亚游完坐伫厝内，我拄仔讲啦吼。马代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有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甚至现在，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什么，伊拢会互你。这个行动派的马代吼，有即款的信心哦。虽讲伊死去啊，你甲上帝求安怎，伊原来会互你。我知影你有法度。耶稣甲伊讲，你的小弟会阁活起来。耶稣知影伊要创啥。马代因讲，我知伫末日阁活的时，伊会阁活。耶稣甲伊讲，我是阁活，是活命。信我的人虽然死，还佫会活。所有现在伫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有信无？即节圣经节，咱伫总结是常常伫读的即节圣经节。耶稣讲，我是阁活，我是活命。过落去，马代应讲：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。例如即句话，第27节，你有想到彼得伫马太第16章16节，耶稣问讲：我顶礼拜有讲，耶稣问讲：恁讲我是啥人？彼得跳出来讲：你是真我上帝的囝。玛利亚伫遮讲：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。两个人的信仰个别完全共款呢。这是吼，互人想讲行动派拢无咧灵修的人讲出来的话，这敢毋是真趣味的代志？有一个查某护士甲我讲吼，恁遮的查甫人吼，若讲到信仰个别，拢敢若想着彼得啦，甲恁查甫的啦，恁拢毋知影一个查某人，伊的信仰个别甲彼得完全共款，真少人咧讲，真少人咧讲马代做即个信仰的个别，真少人讲，这有影是安怎我毋知。伫遮我互咱看，倒过来玛利亚，咱今仔日读约翰12章第1节，伊迄即个12章第1节是已经耶稣互伊的小弟对死过活，伊真感激，伊真疼耶稣，伊摕香油去抹耶稣的骹，用伊的头毛去拭。这是我呢谦卑、佮疼的表现。伊趴落去，甲耶稣洗骹，佮用头毛去拭。
犹大看到无采钱，你这若摕去卖，你会当经济足侪爽用人。耶稣讲，伊所做的是为着我的民族。咱伫遮看玛利亚的疼，甲伊的服务。例如我今仔日讲耶稣即三个朋友，我有哪想讲，咱大家吼拍拼来做 Mary Martha， 也是玛利亚，也是马大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对即三个圣经内底的角色，互阮亲像，阮要服侍你。阮常常偏伫一边，总是你任命阮。你的囝伫世间体贴人的软弱，伫死的面前，虽讲伊知影历史路伫要过啊。还佫伊看到人伫受苦，伊流目屎。阮感谢你，恳求你也互阮用你的目睭看即世间真济需要帮助的人，互阮用疼，用你的疼做阮的动机来服侍人，亲像你是要服侍人，毋是要互人服侍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